甩頭髮想靠大帽遮住，貪方便笠住就走得。30秒話你知，9成人都唔知嘅大帽禁忌。尤其係本身有脫髮跡象嘅人，戴錯帽更加係壓垮頭髮嘅最後一根稻草。過緊嘅帽會壓住頭皮，血液循環受阻，毛囊缺氧萎縮。3個月髮際線明顯向後移，局促嘅環境令頭皮出油加劇，毛囊被油脂塞住，頭髮越生越幼。汗水同油脂焗住會滋生細菌，頭皮生瘡、痕同甩皮。甩到唔戴帽就唔敢見人，咁就會惡性循環，永無止境。到時就唔係你想唔想戴㗎啦，係你根本就冇得揀。首先帽嘅鬆緊度必須要可以鬆到放入2隻手指。物料方面要揀啲透氣嘅，例如棉、麻、膠同埋皮嗰啲就盡量少戴啦。另外最好揀啲淺色嘅帽，減低吸熱，頭皮可以即時降溫3度。連續戴住嘅時間冇超過4個鐘，最好每2個鐘除低5分鐘俾佢唞下氣。做完運動流完汗之後，記得即刻除低帽清潔，最好每次戴完都清潔下佢。如果已經有脫髮、頭油多、啲頭髮變幼，記得即刻做 AI 頭皮檢測。戴帽可能只係引爆點，真正嘅危機可能係雄激素脫髮。記住啦，戴錯帽加唔禿，脫髮加速3倍。戴啱帽加積極治療，救返你70%嘅頭髮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教大究竟朝早洗頭定夜晚洗頭會令脫髮速度增加30%。